我已经学起来。真的啊假的啦？你那还搞啦？那就是我身躯哦有多魂的。多魂哦，哇！如果他这样取的话，代表你要换另外一边敲，对，敲这里。它有没有可能会敲断？不会，除非你有碰到水，它才会断。哦，太厉害！我真的天才，我有那边。要摘一下，要摘一下。触对对对，骨因为它那个，它这个地方没有平，这里没有对这个地方，没啦，因为刚刚温度太快了。来哥有需要小弟扶起劳吗？来，咱做会完成，做会完成，好不？安尼吼。对，对。打平就好，打平那边，最主要是那边。这里哦，对，这里吗？对，你要看它要平，要贴的。边敲要边看。挑起来，挑起来，翻转，挑起来，对哦。对，你快要打成一只弯刀了，是横着弯的，哦，又弯了，来，再打回来，转回来。本来一支好好的刀，叫伊拍甲变做一支剑。